弗所書6章10至12節啦，1、2、3。我還有末了的話，你們要靠着主，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，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。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屬靈血氣惡魔爭戰。係啦，咁呢段經文咧就好清楚啦。咁咧又即係頭先都講咗啦，即係點解我哋要講屬靈爭戰咧？就係因為學耶穌做人，學耶穌做事。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哋一定要明白嘅就係，你覺得教會嘅存在係屬天定係屬地啊？所以嚴格嚟講咧，教會應該真係屬天咁樣喺屬地度存在噶，得唔得？即係咧，我哋係屬天嘅，只不過我哋而家係喺呢個地上裏邊咧嗰度嘅運作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咧，其實教會真正嘅教會應該存在喺地上咧，係應該係要做咩啊？係要影響靈界嘅，係要影響我哋睇唔到嘅戰爭，就係屬靈戰爭。所以屬靈爭戰對我哋嚟講咧係好重要噶。嗱，留心嘅嘢就係，當凡係我哋生命裏邊有破口，一有罪嘅時候咧，魔鬼撒旦咧就好有機會咧就去咧使用你，就去點啊？繼續去破壞教會、破壞合一咯，破壞唔同嘅人嘅相處咯。所以呢度咧，點解第12節佢度講咩？佢話因為我哋唔係與屬血氣嘅爭戰，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搞清楚一個事咧，就係我哋係同邊個嘅爭戰？係就係同嗰個人背後裏邊係啦，可能咧有一啲嘅魔鬼撒旦咧，利用佢一啲嘅説話，利用佢咧一啲嘅言語啊，一啲嘅行為咧去激嬲你，係啦。所以我哋要明白，我哋對抗嘅永遠都唔係人同人，得唔得？唔係人同人，唔係看得見嘅人，而係睇唔到嘅，係佢背後嗰個嘅情啊。OK， 係啦。如果我哋唔明白呢樣嘢咧，你就好容易咧，你就繼續係對住人嘅話咧，咁你仗嘅時候你就打錯咗對象。